今日赖政府伫27日实施执政满100天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伫昨昏28时就召开执政101记者会。针对最近限制贷款的风波，杜英泰是强调讲，政府袂去限制，嘛讲伫9月初6进前，政府会做出互民众安心的决定。伊嘛强调，如果有人乱用新青安政策去做出违法的行为，政府嘛袂急点点会出手，互这个政策转去到政策的本意。跟总统的互相的工作，就好像一个太极图一样。用太极图来形容加赖总统直接的方式，指挥清楚，分工正有。行政院行动创新 AI 内阁执政101的记者会，向国人报告未来新政策甲新建设，嘛针对基础建议打造治水这议题论述。对于最近的限贷令风波，杜英泰讲，政府无限贷令，并依据最近会找央行来开会，了解安怎伫9月初6前做出互大家安心的决定。政府不会有限贷令，积极的作为是对的，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正常的、一般的、已经进行中的贷款的这些对象、这些民众，对他们的权益不应该造成任何的困扰。央行发布5点声明回应，讲最近民众申请房贷困难，不是央行请银行自主管理不动产贷款总量引起的，而且已经通知国人调整过程，无应该影响无自用主体民众买厝。新青安带动房市升温，杜英泰讲，若做有人误用乱用政策的原意，做出违法无规矩的行为，政府会透过更较大的力量，让政策重新来进行。外界嘛关心立法院新会期伫要到啊，执政团队要安怎应应，不是多数党的状况咧。下个会期因为面临总预算的审查，那个状况一定会比现在更紧张。不过还好，我们的部会首长已经有1个会期的这个经验，我们还是诚意沟通，人民优先。另外，针对企业加薪的问题，行政院确定明年军工教加薪3%，希望民间企业也会当调整。杜英泰特别提起有一寡营造厂已经加薪11%，9月初4就要召开最佳工资审议会，相信委员会思考经济的果实和全民共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